解封了后，头一个连续的假期，大家拢想会到会出现报复性的游览。报复性游览就是人拢拼出去游览佚佗，等于故乡也好，出去佚佗的人也好，伊昨暝就开始出门啊、上路啊。国道5号讲塞规暝，估计会塞到暗时的8点。其他路段像国道1号杨梅到新店，国道3号中和到关西拢真摊，估计要到下晡4点，也就是即马差不多车流量才会慢慢降低。所以讲建议咱所有乡亲，你若伫即个路的，要你要出佚佗的，上好呢调整一下，无一定爱驶国道高速公路。5日连假头一天，国道顶关道客家杂，交通部长林佳龙原来特别来关心。在昨天相对去年增加了这个9%，那今天呢，到早上9点也增加了到2成。伫个25号这一天，高公局咧估计国道交通量是120万车公里。目前若要南下车是有够多，亲像国道1号杨梅到新竹，国道3号中和到关西，拢会特别塞。要到下晡4点以后，车可能才会较少挂。但是自前一天就开始塞的国道5号，都无遐好康咯。我们预估大概到晚上大概8点以后，整个国5的南下车潮才会逐渐的一个疏解。高公局表示，5日这连假头一天，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，中华到保盐，还佫要北上的圆山到大华，国道3号三英到关西，5日到雾峰，南港到平南等6个路段，规工拢有可能大塞车。呼吁民众若要往西部，会当利用台61线；台北往宜兰建议使用大众运输工具，才袂伫连假出门的时阵，拢塞伫个路里。